来，其实是潮汐现象。荷兰公园涨潮退潮，比上面的应用啊，你下来月亮，引力啦，地心。它跟太阳干有关系？啊，比刚有数住啊，无对啦，月亮的关系较大，啊，你讲太阳比较大量，是安怎月亮的影响较大？比较近啊，近。哎，较近嘛。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叫做反平方，啊，所以月亮的距离较近。啊，那我们因为上细算，咱唔免算嘿，啊，你看你实际的数字咧算出来吼，这比咱国中太多了。所以咱来看，这地球这地球，所以坐到这的时阵，这海水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，所以伊就安尼沉起来。好，好啦，我这话较夸张啦。我若海水变安尼食力啦。你我互你一个观念吼，今仔若地球你变一个巨人，地球像一粒篮球安尼。我问你诶，你若去摸着迄个圣母峰，你敢会用插着？啊，可以啊。你摸着圣母峰了，插着啊！我讲一点仔都袂，是安怎？地球的半径偌济？6000公里就对。圣母峰的高度6800公尺，1公里不到，8000公尺，没有这个10公里不到。比起6000来，你摸到圣母峰或是摸到金刚罩高原，你的感觉是安怎？这有点粗糙，那摸着沙砖的，而且较粗哦，平原较光滑，所以8000公尺个安尼啊，海水涨潮的话，对，你有个海啸都有8公尺的，海水涨或上计互你1-2公尺好无？好，所以我这是话较夸张啦，话较夸张，所以这边。海水会被吸管。另外问题来啊，伊的对面呢是安怎下的涨潮？反作用。吸口水弹回来。这万有引力尔，万有引力若无排斥力啊，为什么它会被推走？好，你莫安尼看吼。我用一种说法啦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地球是第2个部分，这边的海水是第3部分，它们的距离加上近对无？加第2加上远，所以伊受的引力大小是毋是加上大？啊，遮咧第2对无？啊，遮安怎？上少嘛。所以是安尼怎啊分出来啊？安尼咱接受无？啊，遮受的引力上大，啊地球本身第2地位力量，啊遮受的引力上少，所以它被吸的最少，不是它被排斥的。好，所以咱来看几个潮汐的名词，这是海边。海水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叫做满潮；到最低点的时候，我们来小姐潮啊，就最低啊。最低点的时候叫它低潮。干潮。为干潮变满潮的过程，叫做什么？涨潮。啊，为最高点到最低点的退潮。我大概退潮拢受着迄个以前迄风地，
我以前看华安里皇帝上班拢安怎？你啊，迄台词你有听过无？皇帝不是起来上班嘛？啊，大臣就说什么？五皇万岁万万岁！啊，皇帝讲啊，众卿平心，啊伊个下万岁。我记得迄个你来上课，我都想要叫班长改做这个台词。好，安算，其实下骹顶个话，五皇万岁万万岁。我讲众卿平心，啊伊个下万岁，啊个坐落。我遐带后你讲，后你做皇帝。啊，抓来皇帝讲啊，众卿有事体奏，无事寡人退朝。啊，下骹大臣就喊上岗，安尼皇帝就下班啊哦。个等于后院甲迄个后宫佳丽3000人佚佗啊哦，啊无法度爱来做皇帝。啊上班就安尼讲几句啊个，嘿，就下班了啦，就下班了诶。我一般讲哦，好羡慕哦。这个还不算什么，你知道明代哦，有些皇帝哦，在位10-20年没有上朝过。他忽然有一天上朝吼，迄大臣看到讲，这个啥啊？唔捌，因为拢无上班，连出来讲话都无。哦，明朝都侪，咱迄个中原历代，我想无爱讲起，迄叫他们朝代，迄人家就是亡国了，哦，就是明王国、清王国，好，迄毋是啥物中国的什么朝，好，啊无印第安，美国可不可以说我的前面有印第安朝？他会不会这样讲？你说美国开国200年，好短哦，可以啊，他把印第安人的时代叫做美国的印第安朝，那他是不是接场了？啊，这样要干嘛？这样要干嘛？满足民族自信心，说我们有悠久的文化。没啦哈，孔子是哪一国人？鲁国。孔子是鲁国人，不是中国人，只是同一块地点啊，对不对？罗马、希腊那个古帝国跟现在的意大利有关系吗？有啊，同一块土地而已。啊，你有必要把他们历史加到自己头上吗？没有啊。那除非今摆无啥物好讲的，叫迄国以上。啊，中原的朝代真正，你看历史哦，历史嘛都出名。迄明朝真正是，内底是上烂的一个迄个，因为吼，别个迄个王国吼，拢有一个盛世吼。啊，明朝吼，第一个这个烂，啊，耍来吼，只有更烂，没有最烂，然后一路下来，哦，没有辉煌时期啊，哦，只有黑暗时期，啊，黑暗的老百姓都衰，对啦。袂当被退化对不对？来，这叫啥？高低差，叫做潮差。啊，这片土地叫做啥？潮间带。潮间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是生态多样性很丰富的地方。咱地球顶管有几个生态多样性很丰富的地方，哪些地方？海江。啊？对，海江哦。海江的地叫啥？对，红树林。红树林，就是它就是因为它是潮间带啊，还有湿地。湿地。还有哪里？生态多样性很丰富。地球之肺在哪里？亚马逊雨林嘛，啊对不对？巴拿马云。珊瑚礁。啊，列坏理工，生命所需的阳光、水很充足的地方，就是生态多样性很丰富的地方。
所以潮间带咱点来一款，啊，它生态东西就很丰富，啊，好，你想到潮间带，你会想到什么动物？螃蟹，螃蟹，有一种很可爱的招潮蟹，对不？葫芦卡，招潮蟹都高追，它一只大茄子，一只小茄子，对不？超小一只，它为什么一大一小？小的拿来吃东西。对啊，小的吃东西啊，啊大。你讲到这个，我后来就产生一个疑问：那两只大茄子的螃蟹不用吃东西吗？还是他们是互相喂食？大茄子打架嘛，小茄子拿东西自己吃嘛。那可一般螃蟹不是两只大茄子，它都拿来打架。他们怎么吃东西？你没有这个疑问吗？不要用手啊，啊？还有脚啊，是脚。它端两只这样端起，本来他们就直接这样子，对。对吧？我自己是想啊，一般的螃蟹哦，其实它的嘴巴是像过滤嘴一样，它在水里游的时候，可以把浮游生物过滤，跟那个须鲸一样。所以它只需要把人家打掉就好了。啊，招潮蟹它可能比较挑食，所以它要夹东西来吃。让你生物啊不研究。所以你看咱遮说满潮、退潮、干潮、涨潮，又到满潮，再退潮，再干潮，再涨潮到满潮，这样多久？这样到1000多久？一天对无？一天对无？所以一天内底有几道的满潮？2道满潮，2道干潮对无？啊，毋过月亮是袂行的哦。你洗一个时阵，月亮同方向，北极看到逆时针，月亮同方向会行一段哦。你若洗一个，你会行啊遮，所以你洗啊面啊在遮的时阵，这个时阵是毋是满潮？毋是啊，你爱加洗这段，啊这段偌久1/4天。嘿，这段偌久？来，咱就讲月亮会洗几一个圆的几分之一？6个小时。哎，伊洗一年爱偌久啦？月亮洗一年偌久？30天嘛。所以一天洗偌济？1/30嘛，圆的1/30嘛。但伊啊地球一天是24小时嘛，所以咱加洗偌济？是不是24小时的1/30？所以是不是将近1小时，不到1小时？所以这个就大概做多少？50分。还知道不？这就是满潮会每天延50分的原因，延50分的原因。但是那是下次的满潮了哦。我请看，我跟你讲，下次的满潮是要多久之后？对零是多久？12小时，就25分，一般嘛，因为月亮是你洗一，我为了咱跳进去嘛。无这种神奇嘛，吼，伊是慢慢啊走嘛，好，啊满潮到下次的干潮，偌久？啊你嘛要测一半嘛6小时。 6小时就10几分嘛，安尼知影无？好，咱两个一个名词叫做大潮、小潮。大潮就是涨潮涨得特别高，退潮退得特别远，小潮就没涨那么高，也退没那么远。这个就是太阳扮演什么角色？太阳如果跟月亮同边或是反边，伊的重力有加强的效果。如果它跟月亮正好在对，夹90度上面或下面，它就扮演扯后腿的效果。所以太阳在这边或在对面就是大潮，太阳在上或下就是小潮。所以大小潮看什么力？看阳历。有月亮有关就是阴历的。大潮是初一15嘛，对不？太阳伫遮叫初一嘛，太阳对面叫15嘛。太阳伫遮，月亮伫遮叫上弦下弦嘛，还知道无？所以看阴历
P105就是大肠，上旋下旋就是小肠。来查无？啊，是安怎看潮汐？来，你看潮间带，你袂当找涨潮，看无，爱找退潮，搁要到底迄阵，啊来，鱼船要入来，有诶若迄个干潮迄阵，水位太低进不来，来，澎湖这双星石沪七美有人去过无？遐一回去过，无一阵仔都住诶。它就是鱼可以涨潮之后游进来，像一个漏斗一样进来之后，出去就卡住了，出不去被挡住了，就去捡鱼就好了，鱼就被搁浅了。第二题爱趁什么？涨潮，因为浮游生物进来，鱼会跟进来，所以这个去看咱的来源涨退潮的时间会有差异，每个港口会有差异，不过不会差太多，为地形伊的经纬度有一些差异。好，这个是潮汐，这个是潮汐。